那么下面别说当中呢，就是除这个观察明眼两支之争和除观察生意两支之争，就是最后呢就是设以就是三个方面来阐述。首先就是第一个，吾尔明眼两，今见程序王，不仅见海螺白黄真假非。那这里呢，就是这样一个辩论，就是对方呢，就是说是如果这个量和非量，就是这些分析也可以，但是呢，其实我们这个不是明眼呢，就是前一段时间分了，就是金见量和什么那个就是观现实量啊。就是分了两种，这两种这个分析方法呢，就是对方认为是不合理的，没有必要在明眼当中呢，就是分那个金见量和观现实量，就是观现实量当中呢，就是现量和必量，然后金见量呢，就是所有的这个生则的缩减，就这是我们前面的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了。那么这样的这个分析呢，就是对方认为是没有必要。那么下面我们就是进行这破，就是他说是如果我们这个明眼呢，就是没有分那个金见量和观现实量两种，就是没有这样的分的话。那有很大的过失，有两种过失。第一种过失的话呢，那么金见呢就是称虚妄啊，就是金见是指的是诸佛菩萨呢，就是在入定以后后代过程当中的话呢，依靠他的境界能照见就是一切的这个清净的现象。我们在明眼当中也是，比如说在俱舍论里面也这样讲的吧，就是声闻的话呢，就是见到2000世界，然后这个缘觉呢就是见这个就是3000世界，佛陀呢就是见那个整个大千世界无数的这种世界啊，就无所的世界。当然是那个如果是这个不作意的情况下呢，就是1000世界、2000世界、3000世界，这是俱舍论的讲义里面都是有，就是大家到时候看一下。所以我们凡夫人的话呢，就不要说是1000世界，就是连一个山口都见不了啊，就是在一个经堂里面只能像我的话呢，就是只能见前面的这些人，就是你看最后面的那些人的到底是谁都不知道，就是所以不要说1000世界、2000世界，就是连一个小小的经堂里面的这个人都是见不了的。但是呢，生者的这个见识是不是这样呢？绝对不是的。整个大千世界当中的话呢，有神通者呢，就完全可以见得到的。比如说像佛陀的话呢，我们这个声闻缘觉所见到的一切的这种无数的众生和无数的世界呢，就佛陀呢，就是在一个车轮上啊，就是完全让这个照见的。而且修这个密宗的一些瑜伽师的话呢，那么就是他的这个清洁现象当中呢，4大都是这个伏魔啊，就比如说这个隋达呢，就是成为这个妈妈格伏魔啊等等，就是这种见解也是有。还有一些清净的见解当中的话呢，比如说人呢，就是见到的这个1万岁，而这个天人的话呢，就是把它看作是这个什么甘露啊，就是甘露。所以上的这些境界越来越高的时候呢，我们这个所见呢，就是越来越这个清净。这些都是精简量啊，就应该说是这个精简量。如果不是精简量的话呢，那么我们在这个世俗当中呢，你见的我见的全部都是一模一样的，就是会不会这样呢？就是这是这个不合理的。因此，我们如果现在的这个所见呢，是完全是正确的话呢，那生者的这些道呢都没有用的。所以在佛经当中也是这样，这个说是眼耳鼻舌呢，就是非为量啊，就眼耳鼻舌非为量，舌是此等更为量，神之知道有何用啊？就讲得很清楚的，就是如果我们这个假使说这些我们眼耳鼻舌的这些根呢，就是成为是正量，我们所见是真正确的话呢，那就是神者的道。就是有什么用呢？就是绝对没有用的。但实际上是并非如此的。因此，我们实践当中也是真的有神通的、有神变的佛陀、阿罗汉。那么这些呢，就是在这个所境界的现象是无量无边的。以前那个梵句梵天呢，来到我们释迦牟尼佛的那个刹土的时候呢，就是当时。就是跟那个就舍利子吧，就是舍利子还是摩羯呢？就是进行辩论的时候啊，就是说那个。梵句梵天呢，就是说是释迦牟尼佛的这个所有的这个说法世界啊，就是见得非常的庄严美妙，而且呢，就全是清净的，就根本没有就是现在我们所看见的那样凹凸不平的这个繁杂世界，就是没有。后来呢，就是尊者和他们两个进行辩论的时候，就是最后释迦牟尼佛告诉我的这个世界呢，本来的是如实的庄严，如实的清净，但是呢，因为其他的众生呢，就是见不到的，因此我们这样的这个世界的真正的实相的话呢，就完全是清净的，但是这种
种情景呢，我们凡夫人的这个眼耳鼻舌呢，根本这个见不到的。所以呢，如果没有一个金见量的话，那就是那这个生者的所见呢，全部都变成这个虚妄了啊！就像是我们有这个眼翳者呢，就是看见的这个黄色海螺呢，实际上是没有眼翳者一看的话，那就是这是白色海螺。但是如果金见量没有的话呢，那我们明眼当中的这个白色海螺呢，就是也变成了这个黄色海螺，就有这个过失的。然后不清净，就是他这里不净见呢，就凡夫人的这个不清净的观现实量，观现实量面前的话呢，实际上呢，就是也应该就是有这样的这个分析。如果没有分析的话呢，就是白色的这种海螺的话呢，就是那么就是有真和假的这个成分啊，就是有眼翳者面前呢，白色的海螺是这个黄色，就是这是假的，就是不真实于实相的。然后没有眼翳者面前呢，这个白色的海螺也是见到的这个白色，就这是真的，就是在我们明眼当中也是没有眼病的话呢，就是看见虚空当中的一个月亮是真的，然后看见2个月亮呢，就是你的错乱现象是假的，或者是你黄昏的时候呢，就是看见这个花色的绳索呢，是这个认为是度色呢，就是这是这个错的，然后认为这是绳索的话呢，就这是真的。如果我们明眼当中也是不分一个这个观现实量和那个境界量，没有这样分的话呢，那迷乱当中的就是展示我们的假实数和真实数呢，也完全都是不能这个分析。但其实也不能这样想，我们虽认为是岁呢，就是实际上是正确的，这是这个明眼当中也是正确的。虽认为是那个阳眼的话呢，阳眼认为是岁的话呢，那这是这个不正确的。所以我们这个明眼当中呢，有很多这个真的假的，就是包括我们在到市场上去这个买产品的时候呢，也有一些是产品是假的，有些产品是真的。那如果我们明眼当中不分这些的话呢，那个就真是这个观现实量面前的这些真假呢，就是也不应该有了。但实际上呢，就是必须要就是分析。因此呢，就是大家都是一定要了解，就是明眼当中必须要这样分。这就是我们莫凡仁波切尼玛巴都不公的这个殊胜窍诀，就是否则的话呢，就是像一些在藏地也是其他的一些教派的话呢，就是他在明眼当中呢不愿意这样分。如果明眼当中不愿意分的话呢，那么就是刚才生者的这些清净的现象呢，生意地也不能这样安利的。然后世俗地的话呢，就是世俗地是全是假的话，那就是也说不过去的。你说极乐世界呢，就是是不是假的？有些现在也是这样问的嘛，就是我们这个世俗的现象呢，就是全是假的，那么生意的现象呢，就全是空性的。那这样的话呢，极乐世界是不是假的呢？那我们就是这样说的。我们在明眼量的角度来讲，它是一个真正的实相啊，就这叫做是金见量所得到的一种这个对境。所以这个是一定要分。如果没有分的话呢，本人有很多人自己也是最后把这些问题是迷惑不解了，就有这种困难的。所以现在藏传佛教当中有些个别的论师呢，要没有分那个金见量和观现实量的原因呢，最后他们自己在安立二谛的时候呢，就是有时候也是迷惑不解，就非常麻烦，就这种现象是。因此我们现在在汉传佛教当中呢，也一定要了解，就是这个明眼当中有这么一个分析方法。这样的时候呢，我们把极乐世界呢，就是怎么样安立；娑婆世界，我们现在不清净的娑婆世界呢，怎么样安立？然后在生意当中这些道理呢，就是怎么样这个去抉择，就这些问题呢，就是轻而易举。否则的话呢，就是有一定的困难，就是大家把这些问题呢，一定要搞清楚。那么下面就是讲那个处啊，就是生意当中的这个生意量呢，就是也分那个2种，就是那么这方面的争议。无而生意量不知二谛容，生意多细变自我慧命也。那么有些人可能这样认为的，就是虽然你生意谛呢、世俗谛呢，就是这样分2种，就是也可以，算勉强可以。但是生意谛呢，生意不是一位一体的这种法界嘛？那法界怎么会是分2种呢？因此这个生意量呢，就是最好不要分2种吧，就是有这种想法。但这种想法是不合理的。我们这个明眼就是分这个2种一样的，生意呢也应该这个分2种。生意呢就展示的我们单空就是一个相似的生意，然后呢就是究竟的这个远离一切细论的，就是这种实相的这个生意，就是应该分2种。那么生意分2种，暂时和究竟或者相识和真实的生意的话呢，那么观察生意的量啊，也就是说是这个有情的智慧呢，也可以分那个2种。如果你没有这个分2种的话呢，那不知二谛融合啊，就是生意谛和世俗谛呢，就是怎么样这个圆融，怎么样这个双运，就没有办法的。我们大家都知道，就是一切万法是
显现，那么显现呢就是空性的，那么这个叫做显现抉择为空性。然后这个显现和空呢，就是实际上是无二无别的，空即是现，现即是现。到了这样的境界呢，这叫做是这个显空双运。然后这样的这个显空双运呢，也并不是我们的分别呢，也并不是文字上这个案例的。实际上的话呢，就是它的这个本体呢，就是无二无别，就是这叫做是当性。这种无二无别呢，就是超离了一切颜色，就是境界，这就是离析。就是我们中观的四部境界讲的时候呢，也应该就是就依次这样这个类推下来，就这样以后呢，就是了解它的本意。那么这样呢，如果你所谓的这个生义谛的话呢，要么按理为是只是一个单空的层面上，那单空的层面上的话呢，你这个单空和这个外面的现象怎么样这个融合呢？你说显空双运，或者说是这个什么这个空乐双运呢？那么这个所谓的显和空双运的话呢，就像门分仁波切所讲的一样的，白色的孙子和黑色的孙子，就这两个错在一起一样。除此之外呢，就根本没办法按理就是显空无别啊，就这样的道理就是没办法按理的。这样一来呢，所谓的生义谛呢，一定会是堕入一个这个要么是常有的边，要么是断的边，或者是有的边，或者是无的边。除此之外呢，就是没有这个别的去处了啊。就这是不是这个诸佛菩萨的这个究竟合一呢？就肯定是不是的。所以我们在这个学这个中观什么庄严论的时候呢，就是生等无有故，无生等也无啊，就这一句话当中就讲得很清楚的。因为生住灭等等，就这些呢，依靠这个一义多因来进行观察的时候呢，根本不存在。既然是生不存在的话呢，观待它的无生呢？就是也不存在，无住也不存在，无灭也不存在，生住灭也不存在，生住灭的这种单空也不存在的话，那一定会是这个离析了。除了离析之外呢，就是再没有这个别的这个抉择方法呢。因此呢，所谓的单空，它自己的这种本体呢，也自然而然这个毁灭的。或者说是你这个相似的这个生义谛呢，如果是什么就是字体也是仅仅是一个语言的境界，或者是思维的境界的话呢，那最终呢就是不成为就是真正的生义谛了，就是字体呢，就是也会这个毁灭的。因此呢，我们大家一定要了解，就是现在门分仁波切的书生窍诀一样的，要懂到那个生义谛的时候呢，大家既要承认就是暂时的一个单空，又要这个承认呢最究竟的离一切系论的这样的一种大空性。这两个空性呢，一定要承认，否则的话呢，我也看见有些这个藏地的有个别的一些论师他们呢就是认为是释迦牟尼佛在般若法门当中所讲的这些空性呢，这是一个就眼耳鼻舌是没有，就是这是一个单空的。有些个别的论师呢，也有古今中外，就是也有这样程序的。然后现在的有些汉地的一些高僧大德就讲般若经、讲金刚经的时候呢，我们也经常听到所谓的这个空性呢，就是碗里面没有水一样的，就是已经眼睛没有、鼻子没有，全部没有了。这个空性呢，大家一定要开悟。所以这样的这个开悟的是，如果是真正大开悟的话，那就是比较容易的就是幼儿园的学生也是看到碗里面就是没有水呢，他马上就知道是这个碗是空的。就是这种空性，如果是真正是真悟空性的话呢，那木通也是这个用一证的，就是定界高端论里面也是关于这方面分析的非常这个细致。所以说呢，我想我们就是这个空性呢，就是大家一定要知道是这是一个暂时的这个空觉，我们眼前就是看不见的，这是一个单空觉。但是呢，真正的这种生义谛的大空性，是不是我们眼前看不见的这一个空虚呢？不是这样的，一定要就是远离就是一切系论，就像我们这个龙母菩萨的中观根本慧论里面所抉择的那样呢，才算是真正的这种大这个空性呢。这种空性证悟的话呢，那个时候呢，就是所有的系论都全部消灭这个法界。所以在我们名言当中呢，也必须要承认这么两个这个层次就是一定要承认。那么最后呢，就是说是这个摄意，就是一致摄意。所量世俗我，能量心自正，细无如岁月，终无别异谛。涅槃正是解，诸法究竟过，实今无别生，只向逆中灭。那么最后呢，他这里说这个我们前面所抉择的这个所量就是不管是世俗谛也好，生义谛也好，凡是这个外面所量的一切万法呢，就是通过这个抉择之后的话呢，那么这个绝对是没有这个存在的就是没有这个。然后所量没有的话呢，能衡量它的其中性是自证也好，或者说是以这个前面所讲的那样这个观察生义的这个智慧那么这些量呢，也是我们如果再加以分析的话呢，
呢，就像是这个水源呢，就是显现在这个湖泊里面一样的啊，就根本就是不存在的。其实三木地王经当中呢，也是有个很好的这个比喻，就是说是在这个夜晚的时候呢，就是交界的这个月亮啊，如果显现在这个水里面的话呢，虽然这个现象，但是呢，就是一点实质都是没有的。那么我们诸法呢，就是也应该如实观呢。昨天今天呢，就是因为秋天的月亮就是特别好看，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现在我们拉拢的这种金色是，我觉得是非常美，就像天界一样的。尤其是夜晚的时候啊，就是这个秋季的这个交界的月轮呢，就是真的这个余光那个反射到我们的这个大地上的时候都特别舒服。就我都昨天晚上在那个院子里面一直看半天这个月轮啊，就是觉得它那么美的环境。我如果是一个视学家的话，我马上把它这个刻画出来、描写出来。但其实我现在这个视学的能力越来越差了，就没有办法。其实《三摩地王经》当中呢，有很多这个乐意呢，就是这些描写的也是关这个诸法无有这个事情的。那原本信息修行里面也是关于这方面讲的这个，用这个月轮来比喻啊，就是讲那个一切诸法的本体无有自性，就是这方面就是圣义谛和世俗谛都讲得很清楚的。因此，他这里也是，如果这个加以分析的时候呢，就像岁月一般，就是没有的。总的呢，就是最后啊，就是圣义谛和世俗谛，或者说是一切外境和心识呢，就是全部是无二无别，就是最后呢，就是一为一体的啊，就是一为这个一体的涅槃唯一的诸佛所宣说吧，就是龙门菩萨的什么那个60真理论里面也是这样讲的，就是涅槃的话呢，就是唯一的一个圣义谛啊，就所谓的这个圣义谛。那么除了圣义谛以外呢，就是没有别的法。虽然佛陀在我们显现当中呢，就是2谛啊、4谛啊等等，就是讲了很多的谛，但实际上呢，就是这个唯一的涅槃。所谓的涅槃的话呢，一切诸法的究竟实相呢，就是叫涅槃，就是并不是说是啊，就是实现上呢，就是像佛陀啊、上师啊，就实现涅槃一样，就这就是究竟的圣义谛，不是这个意思。他这里的涅槃的概念呢，究竟实相的意思啊，就究竟的这个法要。那么这个也叫做涅槃，也叫做真实界，也叫做就是大圣义谛、大空性、大细论、大圆满、大中观等等等，就是现在我们实践当中的所有的这些大呢，就是可以包括在一切究竟的实相当中，就是那么这就是究竟的实相的原因呢。外境和心识呢，就是无二无别。一旦我们到能知的心识和所知的外境呢，全部是无二无别，一为一体，那个时候呢，已经就是到了最高的这个境界。所以这个佛陀呢，就是在有关这个佛经，比如说像那个《宝积经》啊，就《宝积经》里面呢也说了，就是说是诸比丘啊，这个神义谛呢，是唯一的义谛啊，就神义谛呢，是唯一的义谛，它是这个无记法，也是这个涅槃法啊，就讲得很清楚。所以我们现在要知道，虽然我们现在在座的各位的话呢，就是恐怕对这个世俗谛呢习气比较浓厚，就是做什么事情都比较精通，而对神义谛呢，以前呢就在这方面传习的不是很这个就很深啊，就是但以后的话呢，就是对这个般若空性法门，对这样的这个释迦牟尼佛的这个究竟法义呢，一定要就是通达。我们一旦就是成佛的时候，你必须要通达这一点的。般若十万颂里面也是说了，就是说这个世间的所有的百川呢，就是汇入恒河而最后这个入于大海。就那么所有的一切所知的话呢，就是先以智慧波罗蜜多色素，最后呢就是到这个一切之智的果位。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要这个懂得这个般若法门的这个重要性，就是我们遇到这样的这个殊胜教法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这个有这种这个善根，有福报。没有这个福报，没有善根的人呢，遇到这样的这个中观法门和无上密法呢，就是确实是非常困难的。所以我们这个结业会见的这个著述当中的话呢，也是讲呢，就是现在我们要懂得，就是什么是真正的这个佛教的进化。佛教的精要是什么呢？佛陀亲自述及的龙门菩萨和这个月称菩萨，龙门菩萨和那个无住菩萨，就是僧光二派。僧光二派的教义的话呢，那么就是这是作为先宗的教义来讲呢，就是最这个殊胜的。所以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唯识宗和中观宗啊，这两个呢，就是这个结合起来，就是大家去学。去年我们1年当中都
初学习这个中观状元论，我觉得是很多人觉得大好非常这个见识的基础啊。然后很多人对这个唯识和对中观呢，就是有这个重新的这个认识，然后自己也知道是以后该怎么样做，该怎么样这个修。这是那个佛陀呢，就是最这个神圣的一个妙道，就是大家呢，就是一定要就是不能这个舍弃。那么现在实践当中的有些人的话呢，就是认为是这个文思呢，就是没有什么用啊，就是只要这个实修就可以啊。文思呢，就是并不是最究竟的，有这种说法。这是很多高僧大德的认为是这是就是一种魔障。就是魔王过去呢，就是在这里面制造这个违缘而已。真正的这个佛陀的教法和正法呢，就是建立在这个文思基础上。我们应该要熟知清净的戒律，然后呢，勤奋学习，就是这个努力的这个文思，就是佛教所说的就是真正的这些道理。就是那么要文思这样的道理的话呢，就是一个要信心，还要出离心和菩提心，这三者呢就是不可缺少的。有了这三者的话呢，那么这个佛法呢，就是一定会是成为正法的。如果你也没有信心、没有出离心、没有菩提心，表面上呢，就是虽然修一些法、念一些法，整天都是禅坐啊、做禅啊等等，但这些呢，就是不能就是成为真正的解脱的因。所以大家在这个修行的时候呢，真的我都有时候这样想，就是我们现在实践当中的所有的一切比如说富贵的一些这个荣华富贵啊，或者是一些显赫地位啊，什么都是不是很羡慕的。最羡慕的是什么？就实践当中是有一个知足少欲的清净戒律的真正的一个很好的修行人，就自己也是从内心当中真的非常非常的这个羡慕，就是一个很好的这个修行人。但所谓的修行人的话呢，不贪着进士，就这一点以前的一些噶当派、萨迦派、尼玛派的教言当中都有的，就是说是不贪着进士，所作所为不是为了自己的名声、自己的快乐，就是为了众生、为了这个乃是而向着的。这样的修行人呢，才算是真正的这个修行人。所以我们在座的各位的话呢，人生确实很短暂的，就是有些人呢可能能活到就是这个70、80岁啊，有些人呢就是能活到30、40岁啊，所以这个人生呢。就像是秋天的这个鲜花一样的，就是在什么时候遭到那个无常的大爽呢？就很难说的。所以我们在有生之年当中，短短的人生当中呢，所学的法、所知道的这些教言呢，就是应该用得上。怎么样用得上呢？平时都是要默默的祈祷诸佛菩萨，一定要将自己的这种相续的烦恼呢，尽量的就是灭掉。如果不能灭掉的话呢，也是尽量的压制。就这方面就是下功夫的话，这就是所谓的真正的这个修行人。所以我们遇到了这个显宗的这样的殊胜法缘呢，就我觉得是真的是这个大家都是这个福报，也是大家的一种这个福分。然后尤其是遇到了这个密宗啊，就是密宗的话，大家都知道依靠这个具有法相的三智士面前获得这个灌顶，然后呢，以上师的这个窍诀呢，就是认识自己的本性。尤其是我们密宗大圆满当中呢，就是有这个具以灌顶，就是依靠这个上师的喻比喻啊，这个来这个认识自己的性的这种自然光明。那这一点这个教言的话呢，那更是这个难得的啊，就更是难得的。那么如果有了这个机会，就是有显宗密宗的这些法要的时候呢，大家都是千万都是不能这个舍弃。我们这里面目前也是讲了一些教言，就是尤其是这个讲义呢，好像是这个就后面的这个教言呢，就是在讲义当中就是前面讲了，就是我也在顺便凭自己的理解呢，跟大家也讲一下，就是我们在座的人呢，有时候你们不知道有没有这种感觉，我都是有这种感觉。有时候看了一些就以前就是学过的这些法的话呢，就真的在末法时代，如是这个黑暗浓深的时候呢，黑暗这个蒙深的时候啊，就觉得是我们有这个机会呢，就是还是这个非常的难得啊。就前一段时间我都有时候在这个闭关期间翻了一下那个上师心地啊，还有一些以前的那个七宝藏啊，就世尊光传啊，一些那个中观传论啊，我都是这个非常的感激，就是上师如意宝，就是上师如意宝其实呢不知不觉的是已经这么多年当中给我们给了那么多的这个教言，就是那么这些教言的话呢，一个比一个殊胜。现在虽然呢全部都是并没有这个笑话，但是呢遇到这些教言呢，就是我觉得是非常难得的。如今在末法时代的时候，很多人是有些人是为了名声而奔波，有些人是为了财富而奔波，有些人呢不知不觉的是在这个人生呢就是这样这个浪费荒废，就这样。虽然我们自己呢就是没有特别的这种高的这个境界，但是呢
呢，在这个自己在这里面啊，凡是一直上市的过程当中呢，确实是这个十年寒蝉无人问呀，就是默默无闻的，就是一直这个问世，而且自己所有的时间和所有的精力都放在这个佛法和一些问世上面。那么现在的话，明天死了呢，我自己确实是不后悔，就是觉得是我的人生还是算是有这个福分的了就已经问世了，就是好几年了，好几年一个问世，短暂的人生当中用上这一点，也是在如今这么不好的这个时代当中，也觉得是值得就是也觉得是有意义，就是确实有这种想法，所以。我们那个最后的话呢，就是在这里讲义里面也有一些那个教言吧，就是大概的这个意思呢，应该对这个我们遇到这个显宗密宗的那么殊胜的法呢，大家都是要就是值得这个珍惜，就是。